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有一个叫做小梁的人，自称是中华中正党的英务主席，本名齐浩成。伊来开道场，招收少年查囡仔来威胁，佮讲地球得要毁灭咯，爱信众捐钱予伊。另外，伊明明都无中医师的资格，煞长期来开中药的处方，信徒甲告诈欺。刑事局搜证甲具体送代表地检署。 你会觉得你冤枉了吗？借过。这个小梁讲，信徒只要加入中华中正党，听伊唱歌，就会当来预防新冠病毒。进前就互警方用传播谣言来函送。伊伫台中甲高雄开道场将近30年了，来成立着仙女班，招收单身的女子。有人甲指控，讲捌伫道场去互威胁。另外，小龙嘛来主张。 地球的末日得要到咯，钱伤济无路用，爱信徒把钱捐出来，互伊买道具，带信徒做伙去带其他的星球。警方嘛，伫伊的道场查扣着现金8000万。